新北市明志国中的李丰燕老师因为台语教了真好，所以予教育局甲颁奖。这一冬来，伊嘛甲伊的后生做伙来拍影片做 YouTube。那么，囝两个人呢是同齐来推广台语，对这个土地来奉献因的全长。你拢唔食，是要做仙哦？你莫看我瘦个薄板，我敢若无爱食肉尔。甜螺我是足兴的呢。台语的甜螺讲的就是甜的点心，这是大学生李全林含做台语老师的阿母李丰燕做伙创作的影片。两人定用趣味的对答来教一寡较青分的台语。李全林讲，伊厝内拢是讲台语，看到台语的流失，感觉真可惜，毋望用影片来推广。我感觉台语是生活语言，毋是干那用来比赛表演，应该是日常生活沟通的语言。读册时阵拢无听过少年人咧讲台语，所以我想讲，是毋是爱甲即个台语捡回来？对，所以想讲，就算是遮尔困难，爱做剧本，也是迄种较困难的字，我感觉拢爱小解互即摆少年人来领。为着要让少年家对台语有兴趣，李全林的影片内底常常会写深切的道具。伊讲家己上大的心愿是要做演员，而且拄好伊和阿母两个人拢就爱演的，就叫阿母做伙加入。早顿无食迎出门，煮了就爱穿胶床。若啉咖啡免参糖，要困就爱向眠床向眠床。另外，本身就是台语老师的李丰燕，那去年届学生伫咧全国语文竞赛拢摕到第优，今年嘛是新北市本土语言的职优教学人员。伊表示真欢喜看到后生愿意投入推广台语，伊认为这嘛会当摕来做教材使用。嘛足欢喜，伊对我这个老母有期待，会使甲囡仔斗阵成长，斗阵翕片，斗阵讨论，这是我感觉我足珍惜这款机会。李丰燕指出，母语伫生活中直直咧流失，尤其少年家已经真罕得咧讲，因希望透过影片会当引起少年家对台语的兴趣和对土地的感情，做伙甲台语豆豆仔捡回来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尧、新北报道。